来看44岁法国的太空人阿迪洛，甲49岁美国的太空人梅隆，因要去执行太空任务，甲太空对地通信的天线来拆掉。这位阿迪洛是有史以来头一位进行太空活动的法国查甫太空人。另外 ，NASA 也公布美国也公布这月球的新影像，迄是 SpaceX 拉用9号火箭的第2级推进段，初5时去弄到月球了后，即嘛是出现一个18公尺宽的坑。画面内底，一个美国的太空人梅隆行出太空站，随来法国的太空人 Sophie Ardenau 嘛离开船舱。两个太空人伫咧18执行一项任务，要甲国际太空站外口一个故障的太空对地球的通信天线拔起来。这是 Ardenau 头一摆离开船舱，伫咧德州 Houston 的任务控制中心嘛特别向伊致意。Sophie, at this time, you can perform some translation adaptation to get used to your new environment. Welcome to space. I feel very good now and ready to go. I'll just wait for Emil feathers to be clear before I leave. 为阿德诺的角度，会当看到伊伫咧太空，甲天线贴起来。阿德诺今年44岁，2026年2月14去到国际太空站，执行差不多9个月的任务。伊有法国高等航太学院工程师的学位，嘛摕到麻省理工学院人因工程的硕士。伊是法国头一个女性的直升机起飞员，嘛伫这一届的任务当中，成做法国头一个进行太空漫步的法国女太空人。这一届的任务原底是要甲一座太空站对地球表面的通信天线换掉。这座天线是国际太空站甲任务控制中心之间真重要的通信媒介。因为任务的过程当中有延前着，两个太空人敢若会当甲故障的天线贴起来，结果另外排时间甲优美的天线倒起来。另外一方面，美国太空总署 NASA 伫咧18公布月球新的影像，显示 SpaceX 拉用9号火箭第2节，初5的时阵弄到月球，造成月球的表面有一个差不多18公尺宽、深度无甲3公尺的坑。NASA 月球探勘轨道飞行器等待6天的时间，等月球这个坑的地点，我入来会当翕到的范围。随来为97公里的高度调整角度，翕到上新的影像。进前南韩的探测器嘛捌翕到这个坑，不过这一届 NASA 翕到的记录是目前看到上界清楚的。国际新闻张淑芬编译。